国民党立委徐卡心甲外交部亚公因甲捷克的这个卫生科技院签美金1000万的秘密合约，或者资金是无都去追查。外交部也强调，台湾和捷克合作援助乌克兰，这拢是公开透明的，相关文件拢送去立法院备查。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徐卡心公开机密文件已经违反着法律规定，外交部这2天要去地检署改革。外交部对于本案涉及泄露公务机密的一事，将准备采取法律行动因应。外交部大前的反击发要提告，台湾基进党透早嘛去台北地检署，告徐卡心涉嫌公务人员涉密等罪。因为顶一日国民党立委徐卡心公布一份外交部甲捷克卫生科技院 CHTI 签订的1000万美金援助乌克兰的合约。这个外交部无说明安怎招标，而且迄个会议的主持人甲捷克正常关系是真密切。可能和台湾援助乌克兰的款项间接介入捷克的内政。第一，有公开招标吗？有公开遴选吗？是所有的医材厂商能够公平的参与这项计划吗？第二，买了多少？跟谁买？清单能不能够告诉立法院？现在目前完全都是在一个保密的状态，不让我们知道。徐卡心嘛指期讲，这个计划其中300万至400万要买台湾的医材，是公开招标也是限制性招标，应该讲明明。而且认为讲，政府签订 MOU 的时阵，并无对外说明，而且佫列做秘密文件，要到民国122年的年底才当解密。外交部强调讲，绝对无秘密合约。对于我国的外交处境特殊，只要台湾与理念相近国家进一步合作，就会遭到阻挠。这也是外交部以密件处理备忘录文件的主因，但相关文件均依照法定程序送立法院备查，立法委员均可调阅，所谓的密约根本无稽之谈。徐巧芯就提阮这机密文件摕来公开所以这已经是违反法律的规定所以阮外交部准备讲这2天，阮准备好，就要去地检署要去甲告。外交部讲，目前无排除是中国入地作战的行为。行政院长陈建仁嘛批评讲，徐卡心加入外交甲国防委员会立委，真清楚会当调阅资料，煞公开秘密文件，不实的消息直喊，这对推动外交完全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